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初10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美国的辉瑞大药厂宣布，因和德国 BNT 生物科技做伙开发的武汉肺炎预防针，会当达到90%的效果。蔡英文总统宣布指派台积电公司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代表伊本人出席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台中市道首县市长宣布讲，11月16起，台中一温要气温转1月日，互民众免费试剂。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2宗带病入境的病例，2个拢是对印尼要来台湾做工课，煞来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目前国内病例计共是580宗。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有2例的境外引入的个案都是从印尼籍的女性来台工作，在检疫期满前验出COVID-19。那按580跟581都是在10月26号跟27号自印尼搭机来台工作。那入境迄今都没有疑似的症状。那2人分别在11月8号、9号。进行检疫期满前的采检，那在今天确诊啊。那因为这2位个案来台都没有症状，在集中检疫期间也未与他人接触，所以也没有匡列接触者。过来讲，美国的辉瑞大药厂刚宣布讲，因和德国 BNT 生物科技做伙开发的武汉肺炎预防针，上尾一阶段临床试验证明会当达到90%预防染病效果。目前也已经开始生产，年尾进前就通出品5000万吨。辉瑞公司的执行长也讲，这是科学上重要的日子，也是人类伟大的一天。针对甲德国 BNT 生技公司合作研发的新疫苗。伫第3阶段临床试验有到90%的防护力。辉瑞药厂讲，希望伫11月底进前，摕到美国当局的紧急批准使用。It was exactly what you can imagine. It is a great day for science. It is a great day for humanity. 这款由美国甲德国合作研发的疫苗，伫美国、德国、巴西、阿根廷、南非甲土耳其6个国家。总共有43500位志愿者接受测试，每一回就要做2剂。伫做第1剂28天后，也就是做第2剂7天后，开始有保护效果。初步分析疫苗对抗病毒的成果是90%。辉瑞估计伫咧吹到大气超过15%，也带动美国收盘大气超过834点，创5个月来新高。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推文讲，这个消息让人真振奋。美国总统川普也认为这是好消息。总统当选人拜登是讲，会赶紧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思考。The process must also be grounded in science and fully transparent, so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any approved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辉瑞加 BNT 已经甲美国政府签19.5亿美金的合约，将会自今年开始供应1亿剂疫苗，也甲欧盟、英国、加拿大也个日本达成供应疫苗协议。辉瑞药厂讲，疫苗已伫咧美国本土甲欧洲开始生产，计划伫今年底会当量产5000万剂，2021年会当到13亿剂，美国民众会当免费做。不过专家认为，疫苗就要放伫咧摄氏零下80度的温度，冷藏运输的问题就要先克服。不过总算出现会当互疫情结束的希望。Big progress comes from small steps, and this is the first small step, the first peek behind the curtain. 目前伫全世界总共有超过200支候选疫苗正伫咧测试，其中12支已经进入第3阶段最后的临床试验。部分专家认为，辉瑞加 BNT 的疫苗数字只是初步的分析结果，上重要的保护力敢会当挡偌久，也唔知影。伫咧测试继续进行，数字可能也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医学专家也分析讲，就要继续观察美国和德国合作这支射对老大人甲幼婴保护的效果啥款？是讲顶日台湾东洋公司偏讲对德国提污，结果却交袂出对方的受官司，就是这组。但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也是讲，咱国若有要买，同款有机会咧。
新冠肺炎疫情侵袭全球，唔但影响全球经济，也打乱咱人的日常生活。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 BNT 合作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传出第3期临床试验结果，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效果达到90%。对此，国内专家表示无意外，也毋过，这个疫苗的保护力会当继续偌久，甲对幼童甲老大人保护效果有偌济，也是唔知影。有些族群没有被包括进去，比如说更老的啦、更小的，到底有没有效？这个才是大问题啦，哦，因为将来很多是要打很小或很老的人，那这些人的保护效果到底好不好？这是下一个阶段要去问的问题。黄立民表示，这种疫苗是西方国家研发进度上紧的疫苗之一，也是进前台湾东药公司讲出的原厂授权，也不过因为无法度提出原厂正式授权文件合约草案，地区甲政府的合作破局，无法度引进疫苗。外界也关注，咱国敢是也阁有希望出的疫苗？为副部长陈时中强调，也是有机会。大家可能在谈的是 BioNTech 这一次疫苗嘛，哈，那这次疫苗我们仍然有希望取得，还在我们的名单内。陈时中指出，这种疫苗已经被列入甲咱国完成签约的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的选项中，所以也是有机会买到。辉瑞药厂也表示，临床试验有希望在11月底前完成，也会将成果发表伫医学期刊。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国防部宣布成立国军疫情指挥中心，望要量早掌握各种传染症伫军中的变化。国防部的发言人也针对美国政党轮替，阁有川普总统临时解除现任国防部长的职务来分析讲，台湾绝对是美国踮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稳定重要的角色。双方面的军事合作，相信也袂因为换总统有啥影响才是。国防部为着防范新冠疫情、各防科，还有预防流感等等的传染疾病，伫属于军体生活长时间密闭军驻的国军的部队内底咧探，车站宣布成立国军疫情指挥中心，落实防疫顶动作战的精神。分为疫情监控反应组、防疫检验组跟防疫先导组等3组，可因应疫情的变化，配合中央指挥中心的等级开设来相对应。单纯性的水痘，还有比较高传染性的，像麻疹，还有流感。这部分比较容易造成就是部队群聚的一些疾病，这部分也是我们会放到我们疫情中心监控的一个范围。担任中心的主任陈义勇中校是国防医学院护理系毕业的，有10多年临床的经验，也有丰富的行政经验。陈义勇表示，这个中心经过半年的筹备了后成立的，有建立智慧资讯系统来即时监控国军的疫情。美国大选了后，白宫就要换主人，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向宣布要开除国防部长艾斯培，这敢会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引起大家讨论。遏止中共在这块区域里面的军事活动的扩张，那么台湾又位居在整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关键的位置，是区域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美国应该会持续推动它的印太战略，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最近嘛传出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台湾，伫高雄协助训练台湾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国防部强调讲，两边军事合作拢正常伫进行。针对陆委会主委陈明通顶一日指出，中共对台湾的政策袂受到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加速统一的进程。国防部回应讲，台海的情势拢有伫掌握当中，会密切关注中国军事动态甲企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度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条提案，因为中国打压根本就无法度讨论。中国的代表甚至佫讲，台湾要接到世界上各项卫生的消息，拢总无阻碍。但咱国外交部是指责对方公然白贼。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讲，中国这款举动是会引起愈来愈侪国家出面谴责。世界卫生大会 （WHA） 提到以实行的方式互会，根据技术规则，由14个友邦所提，邀请台湾以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提案，需要先伫总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后才会当送往大会审议。虽然几个友邦国拢挺台湾，也毋过因为中国的打压。总务委员建议台湾参与世卫提案无列入议程，随后大会展开2对2辩论。2017, this invitation was withdrawn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unfortunately, you have followed this precedent. The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s a health problem. It is not a political issue.
政治无应该关过健康，咱国友邦马绍尔群岛甲洪都拉斯代表发言小天，声援台湾参加，也毋过正式代表中国甲巴基斯坦是联手强调，台湾需要遵守伫一中原则之下参与国际组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包括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和获取相关信息，毫无障碍。台湾抗疫成效受到肯定，不过伫中国的阻扰之下，犹原无法度参与国际事务。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中国以政治因素主动，只会互哪来哪侪国家甲人民站出来谴责。外交部除了感谢友邦，也表达遗憾。他不断的重谈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而且他公然的说谎，谎称中方已经为台湾的人民做了一个妥善的一个安排。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 ，WHA 再次无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的决定，充分说明伫国际上无两个中国，一台一中未得到真心，必然失败。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尤赫是伫推特大文强调，伫对抗疫情上，台湾是袂当欠的。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11月20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就要由马来西亚主办，经过电脑镜头连线进行。早起蔡英文总统也宣布指派台积电公司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代表伊本人去出席，佮交代2项，一来是要表明台湾挺替世界抵挡武汉肺炎出루济力，二来就是要尽量加强台湾伫咧国际上的生产线关键的角色。我们将再一次的邀请张忠谋创办人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总统蔡英文亲身宣布，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搁一届担任领袖的代表，参加2020 APEC 经济领袖代表会议。因为疫情的缘故，今年 APEC 主办国马来西亚决定以线顶的方式来进行。蔡英文强调讲，今年当是全球供应链重新整顿的关键期，搁一届借张忠谋的经验，传达台湾对区域发展的贡献。而且嘛交代伊2项任务。第一，再一次宣示台湾愿意在全球防疫上做出更多的贡献。第二，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团可以达成加强台湾跟各国的连结，巩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的任务。张忠谋头一届代表台湾参加 APEC， 是伫咧前总统陈水扁的时期。蔡英文执政了后，为2018年连续3年受到邀请担任领袖的代表。2019年因为主办国智利动乱，所以会议临时取消。因若即届是第4届接到任务，伊甲因夫人张淑芬做伙参加记者会，针对会议因为疫情改做线顶来举办，伊表示真遗憾，因为无法度甲几个朋友见面。不过张忠谋嘛讲，伫疫情真严重的时阵，会议还可会当进行，嘛显示数位科技伫未来地位。2020年以后，数位健康是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台湾也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贡献给 APEC 的国家。今年 APEC 会伫台北时间11月20暗时8点伫线顶召开，张忠谋会伫总统府视讯会议室参加。另外，今年参加部长会议的2个部长是政委郑振中，甲国发会主委江明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国民党的立委第8摆阻挡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上台报告，甚至国民党党团的总召集人阁表明，美国选出新总统，台湾就要和对方重新谈判，猪肉进口暂安唔才对。苏贞昌院长面对在野党咧指责，原来11个汇报拢已经11档无开，回答讲抵挡传染症，当然就要减开会，那这款批评有较无公道。苏揆道歉，苏揆道歉，来出重评，来出重评。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搁在搬出大型的道具都占领质询台，针对放宽莱克多巴胺美都第8遍阻挡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每天只抬着一只道具猪进进出出，如果那只猪会讲话，一定也觉得烦死了，到底有完没完？立法院一早起开党团协商，不过最后破局，苏贞昌也是无法度上台报告。国民党团认为，伫咧过去，美国的民主党拢是主张区域联名。伫即马美国总统拜登选调，担心台美双边贸易协定 BTA 会破局，
主张蔡英文爱甲美国重新谈判，暂缓美猪进口。那新总统上任了，你还在跟我们讲 BTA、FTA， 人家会不会跟你谈经贸协议，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先吃来猪。美猪美牛议题是持续了10几年，横跨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总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谈判过程之一。台湾还是需要跟美国深化关系。对纳会伫进前讲，行政院已经有11个会报无照期开，包括治安会报加食安会报，拢已经超过1年无开。我们一方面享受着防疫的效果，一方面又来骂政府这样做，其实是不公平的。苏贞昌讲，疫情怎么有较稳定，已经只是伫咧11月底进前。重新开行政院食安汇报加治安汇报。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虽然武汉肺炎的预防性研究有进展，总是当当选美国总统的Joe Biden也是表明，面前就是黑暗的冬天，恳请国民嘴烟都要挂好条。但美国确实已经超过1000万人染病，死亡的人数也接近24万。拜登委托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专家，甚至佫讲，过来这几个月日会袂输地甲同款的黑暗。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催告成立由12位专家组成的新冠病毒疫情咨询委员会，拟定对抗疫情的计划。打算明年一月3日就职了就开始行动。伫即天，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委员会成员流行病学的专家奥斯特霍姆预告，伫未来3个月到4个月，美国的进入已经上黑暗的时期。We are about to enter COVID hell. It is happening. After Labor Day, we would see astronomical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cases. This number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substantially. We have not even come close to the peak. And as such, our hospitals are now being overrun. The next, 3 to 4 months are going to be by far the darkest of the pandemic. 冬天要来啊！感恩节、圣诞节这寡重要的节日也要到啊！这款会甲拜登伫咧记者会谈会互相呼应。虽然拄则接到辉瑞疫苗研发有成果的好消息，拜登强调，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审查就要完全透明，互美国人民会当放心使用。不过，这是无法度随改变美国现如时的状况。就算是疫苗核准，未来要大家拢会当做，至少爱几落个月。We're still facing a very dark winter. We'll follow the science. Let me say that again. And we'll adjust to new data when it comes in. I implore you, wear a mask. Do it for yourself. Do it for your neighbor. 就对北京的幕僚長梅多斯隨即確診了，大阪加城市發展部的部長卡森隨後也確診。北京伫最近受到疫情的影響。幾落位高層的幕僚攏感染，最三伫咧北京舉行嘅選舉之夜，財政部長梅努欽、衛生部長艾薩等人攏捌參加。伫猶他州確診的病例數也是快速增加。州長赫伯特隨後宣布新的緊急狀態，實施全州強制掛水煙2禮拜。伫國家戰之前，猶他州內邊有幾落位陣已經開始安尼施做。不過共和黨籍嘅赫伯特拒絕全面執行。伫這麼疫情繼續上升2個月，就要採取行動來減輕醫療體系壓力。記者綜合報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來看，中央氣象局表示，菲律賓東邊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已經加強變作今年度第22號的風颱。那連帶第21號的風颱兩邊同齊看，雖然是攏未直接影響到台灣，不過因為加水氣過來，今日桃園往北，還有東北部的縣市同款會有短暫的雨水。艾桃台風，它的水汽還是有間接影響我們，造成各地雲量多。所以今天在桃園以北和東北部地區會有短暫雨，有可能出現較大的雨勢，而其他各地有斷斷續續會有一些短暫下雨的機會。那預估目前其實第21號艾桃台風它已經快要登陸越南，所以它的水汽對我們的影響會越來越少。因此星期三開始，這個水汽會比較少一些些。中央氣象局也表示，第22號的風颱，但是當佇咧俄南片東南邊的海面，未來有緣也是會經過菲律賓往南海去，時到風颱四周圍的水汽，同款也會牽連到台灣。總是連續2個風颱形成，這款情形是正常。尤其今年度風颱的總數量和逐一年平均測算起來，也攏有接近。
换来关心健保的债务，专家计算起来，可能明年年尾，全民健保的安全准备金，就会连上届加的标准，剩1月日都无。早起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表示讲，健保费若全年就要起，就要考虑艰苦人，佮有企业界无法度负担的原因。政府上届好是对别种项目增加健保钱项的来路，才有较长。伫台湾这20年来，女性罹癌发生的几率称关到每10万人到78.9个人。若胃癌是排伫台湾人10大癌症发生的第9位。健保署公布几项新的药纳入去健保给付案，也有给付规定扩证案，包括买期的胃癌、甲罹癌的药啊，也有扩证生物制剂药品，用伫白血病儿童的患者，按算当年拢有1000多位的民众会当受惠。那第一个药品的话，我们预计使用的人数大概是600人。那对健保的财务的话，大概节省540万每一年。不过，健保的债务小连续几年亏损，根据健保会的估算，健保的总额已经为107年差不多新台票6853亿，当年成长到109年的7526亿，亏损持续扩大。那以行政院设定的总额成长率的下限2.907%来推算，安全准备金伫明年底就无法度达到上届标准1个月。消基会伫早起召开记者会表示，根据健保署的规划方案，健保费率会为目前的4.69%起到5.52%，或者是5.55%，起的幅度达到17.7%，或者是18.34%。虽然明年健保费率是一定会起，相关干来当调整到调降进前的5.17%，来降低对民众甲企业的冲击。烟捐本来是70%挹注到健保的收入里面，现在只剩下50%。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政府呢考量，把这个酒捐的部分呢，也能够来做一个实施跟课征，然后来增加有关这个健保的一个收入了。真的钱不够的时候，就是考虑要不要调整给付的项目、给付的范围。这件事情在健保会还要再讨论。事实上，伫顶个月23，健保会召开委员会议的时阵，大多数的委员都认为讲，健保费敢会起，应该考虑到疫情对经济影响，也有民众付费的能力。按算11月20会开会审议健保的费率，若是会议当中无共识，会依法交予卫福部家己来决定了后，报行政院来核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专门伫网络咧替人引头路找新路的人力银行这款公司，公布上届新的调查，表示今年因为武汉肺炎，各行各业薪水咧起的比例是5年来上届加1摆。不过，若医疗服务业是颠倒有进展，阁有海关封锁，各项头路真欠工。工地主任甲营造工程师的薪水，这站完有起来。因为疫情边境继续封锁，人力银行调查各产业的薪水。只个人靠国内旅游的旅宿业本身调降的幅度瓦近15%，包括服务业等各产业，调薪的幅度也创5年来的新高。伫2016年到2019年，全产业平均的调薪率拢有3%以上，今年是大破3%。今年受到疫情所影响的几个，像餐饮服务业、运动休闲产业，还有消费电子业是相对比较低。各个企业里面对于员工福利包含说员工旅游，那另外还有像那个年终奖金的发放比例也都微幅下降。人力银行也观察到，因为疫情边境封锁造成欠工的问题严重，包括营建业的营造师傅、水电师傅，那非领的薪水行情反势成长。正就是工地主任平均的年薪71.8万，营造工程师的年薪是65.8万，拢高过全产业的平均年薪。一那医疗服务业也因为疫情关系后势看好，有业者就准备要加开店，吸出真侪亏。疫情的影响还是有，但事实上在整体就是高龄化的社会带来整体的需求是成长的。那确实随着我们的市场的一些成长，我们在薪资部分也跟动了市场的一些行情在做调整。人力银行也讲，因为疫情了后的新职场，未来企业成本会掠较严，甲钱开伫咧重要的所在。加绩效联动的奖金的比重也更加悬，但是找头路面谈的时阵，会让加了解薪水的比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几项落刀的消息。马来西亚来查某学生伫台南发生不幸了后，市府已经有检查案件现场四边的路灯。不过这2日共迄搭铁基路的高架桥卡，所有有灯火未倒。但工务局也说明讲，确实有一趴火开关跳掉，目前已经修理复原。别日若搁再接到通报的情形，保证2天内一定拢会处理较好。
学校外口代替的便道，最近才发现有女大学生去用掠走杀害。这个地点的电火条啊，长期拢未倒，引起大家批评。因为安尼，台南市府全面检视甲修复，不过电火才倒无3天，稍后学生发现电火阁无倒啊。我已经来通报了，而且这个地方又是现在那个市府的那个重点区域，怎么会那么慢？真的是很扯，因为我才上新，我才3天而已，就希望下次能够就是不管是就是负责单位能够给一个保证。针对这点，台南市府干部局表示，规人区公所找到早起，有请电火条维修的厂商来检查，有一拍电火因为开关跳起，所以无倒，目前已经修理好势嘛会倒啊。另外，干部局嘛要求台电，每一天为原本6点半会把电火切好倒，今麦改做5点半。经查是因为那个跳脱的关系导致自己路灯不亮，那昨天马上接到通报之后，马上去派人去检修，已经修完成。一到接到通报，我们会马上不管到跟谁通报，我们都会尽速在2天之内尽速把它处理完毕。电火条才倒无几天又搁花去，去互学生发现了后抛弃伫网络顶。不过，有民众认为讲，若发现就应该通报予公部门来维修，毋是搭去伫网络，互电火条甲治安的问题，佫一概引起讨论。那台南市长黄伟哲提早伫个议会备询的时阵嘛表示，针对治安的死角，市府按算为第2预备金支出，来改善台南市的电火条甲监视器，总经费差不多是1亿1千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台中市罗秀燕市长宣布讲，对11月16日开始，台中捷运要试运转1个月日，民众都用电子卡片入入站，喙暗阁会得挂着，就会当免费试坐。一切拢若顺时，12月19就会正式通车。总是时到耶诞节和过年暗的人阵，才是台中捷运一项大挑战。台中捷运要开始运转啊！台中市长罗秀燕宣布，11月16日起开始试营运1个日，12月19台中捷运正式运转通车。12月19号礼拜六将举行正式完工通车典礼。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捷运试营运一定尽力做好。台中市交通局表示，11月16至12月19这个日的试营运，唔乃建立台中捷运的坐车规范，也会进行压力测试，包括临调票卡甲捷运的上线状况。协助民众在这个搭乘上面的一些障碍排除，然后要持这个电子票证来搭乘，以及目前的疫情期间还是必须要戴口罩。台中捷运董事长林志颖指出，试营运的时，虽然捷运警察要无成立，不过搁车头有保安人员驻守，也会随车派人。通车以后，台中捷运头一个考验就是消透圣诞节甲跨年的人潮。第1级的管制是在月台，就是说人太多了，就是说这一班不要上。那第2级的管制我们会在闸门，第3级的管制是在大门口，所以我们会分3级，依照它的紧急的状况跟严重程度。监管人员不随车，但是会在驻站各点巡车。这个因为安全的部分，我们捷运警察也要试营运。台中捷运列线对开始动土到试营运经过11天，3任市长规条有16.71公里长，总共有18站。对北屯总站接到高铁台中站，台中市交通局配合捷运通车，调整公车路线，规划规条捷运下当甲超过90条公车来相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早起有几落个长期间拢讲咧反对政府南山征收土地民间团体，去到新北市政府面前抗议3英捷运线土地征收案。其中反对台南市铁路往东线迄个自救会陈志孝会长，伊也指出讲捷运的设施用着是较无2公顷尔，结果都市计划一个变更，竟然要加征收14公顷的农地，在伊咧看实在无理。我们要强调，它征收的土地并不是做捷运之用，它真正的交通用地只有1点多公顷而已。那它剩下征收的这14公顷的土地是要做联合开发，纯粹就是做商业使用，只不过是叫捷运局出来征收而已。所以要出来面对的不是捷运局，要出来面对的应该是他们的都发局跟地政局。总是面对民间的抗议，新北市捷运局有说明讲，3英捷运机场的土地都市计划内容，本底就是照台中捷运法决定要和地主共同开发。尤其征收的介绍是经过3组估价师提出6款估价报告，
才采用上悬价落去和地主协议，确实已经有尽量保障地主证人的权益了。镜头刷落南，换来讲高雄，早起高雄市陈其迈市长态度大硬，表明讲过去新北市要来委托高雄经营淡水的轻便电车，结果高雄家己这边煞停工2冬，早就互新北市掠过去了。高雄袂使搁拖，第2阶段轻便电车的工程即时就要继续施工。总是这句话引起反对施工的民众大大反感。你要叫我们跳楼吗？或者你要发生很多车祸，或者发生很多火灾之后，你才来检讨吗？高雄轻轨移改自救会成员听到复工的消息，面顶拢是失望。高雄市政府10号透早公布轻轨9项优化方案，甲2个行政配套，包括轻轨路权缩小、改越大家的空间让予车道等等，宣布高雄轻轨移改马上复工。从今天开始，我宣布轻轨即刻动工。新北市政府委托我们来经营这个相关的这个新北的这个轻轨的营运。现在新北已经超越高雄，所以我还是要再提醒，轻轨不能一拖再拖。陈其迈愤慨轻轨停工要2冬，进度已经予新北市超过，但反轻轨移改自救会成员认为，市府公布的方案无讲到大顺路未来若是因为轻轨塌车要安怎救灾，嘛认为路线既然硬要定伫市中心的大顺路，是安怎无爱地下化？那3条都是在郊区拉往市中心，而不是经过人口非常稠密。就只有我们这一段人口最多，可是我们最可怜，我们这一段人口这么多，交通这么拥挤，为什么只有我们是轻轨？自救会要求等有更较好的方案才动工，但陈其迈透早唔拿宣布马上复工，都要求加速工程的推进。美术馆到破坏路段，准备伫2022年的11月完成通车。强硬的态度嘛，互看出市府对停工2冬造成建设无进步的着急。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讲，今年度中华田中的马拉松比赛，发生一个姓黄的查某选手，因为后生食名退走，甚至摕到其中一项分组的冠军，搁也带人去咧台顶领奖的案件。主办单位查明事实，但若甲冠军的奖牌追回，迄对母仔囝未来一冬，搁着要禁止参加比赛。台顶上倒边的黄衫女子是今年中华田中马拉松超半程马拉松女子 A 组的冠军，不过赛后所传出这个冠军，甲是这参加比赛的，毋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只跟我差那么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大概差1秒的时间，但是我根本在那个跑步的时候，就是进终点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他，那就开始怀疑，去查了一下，结果很容易，因为就查出来说，我原来是一个男生拿着他的号码布跑。主办单位接到检举，重新检视检验点，以及终点的选手影像，发现这个黑色运动衫的男性跑者，行程所挂的竟然是冠军跑者的名字，而且男性袂使参加女子组。经过主办单位来追查，原来是后生代替妈妈来参加比赛，还佫摕到第1名。现在除了取消冠军的资格，母子2个人嘛被禁赛1年。总排的部分，因为我们有做电子跟人工的检录哈，每一年多少都会有几位不管男带女跑或者是双晶片。这个情况都会有被检举发生。被查出带走，原本的冠军唔愿对外说明，主办单位目前将原本的第2名递补成为冠军，包括马拉松的爱好者，家己成绩应该靠家己来创造。主办单位表示，虽然常常发生带走的状况，不过大部分都是临时袂使参加，将参赛名额让予亲友或者是其他人。不过带走嘛必须要告知主办单位，才使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再来讲，早起7点外，高雄市灵州国校内底的厨房凶凶发生爆炸，消防人员去到现场，本地掠准是瓦斯讲破，经过查明，才确定是灶骹炉内压力消透无出来引起。但已经有赶紧咧检查甲修理，加在爆炸发生迄时，拢无人员受伤。高小厨房玻璃吹起，顶落残骸也碰到边仔的人行道上，附近的草坡拢是碎玻璃，厨房内的管线也安尼破裂，紧急关掉检修。这件起幕都发生伫学生上课时间，人行道上也围起封锁线，以确安全。安全无检查啊！
那就是安怎么这样也气到？我是常常走这边，可是我没有注意到。当然他们能够换是更好了。如果我刚好走到这边，那刚好这些玻璃什么的碎片爆过来。早早早起7点外，高雄市灵州国小传出真大的爆炸声，警消协报了后赶到现场，发现现场并无产生火星烟破轨的事故，是电路系统内机械故障造成压力释放不当，才会出代志。好在在电路设置伫独立空间，并无造成被产的主钢受伤，也多好无受伤伫附近。它是一个独立空间，所以变成说厨工它在另外一个区块被掺，那也没有对厨工造成任何的一个受伤。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定期的一个巡检，对，那这次真的是意外啦，因为机械故障造成的。学校表示，除了逐个月拢会找厂商定期巡检电路之外，发生起爆的电路也是伫歇热期间才装饰的。后手除了会请厂商维修之外，也会搁进行安全检讨。另外，中岛的工厂方面也会由另外一个替代电路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咱的环境，先来讲，这几年花莲七星潭四边饭店民宿一直起，结果当所有县议员指出，县府拢总无去设污水处理系统，无论生活废水，也是工业区迄边的事业废水，就拢直接排落去圳沟，再流入大海，对大自然环境的生态有影是大大影响。花莲著名的观光景点七星潭，花社区的大牌，一旦看到生活废水是直接排入去圳沟。虽然县府已经清理过粪扫，但过污水唔那铺一层油，也个真臭。不是很 OK 啦，而且这条水坦白讲，应该也是流入大海啊。然后每个在那边玩，那种感觉也多多少少会。这几年有没有要求要装置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讲也没有用啊，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嘛。花莲县议员黄定虎伫议会质询时阵讲，七星潭是花莲上热门的观光景点，今年1家到7家就46万的观光客。不过污水的处理设施为什么拢无做？七星潭这个地方以前是都市计划外的地区，所以说还没有建置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污水处理系统。加上邻近的工业区的事业废水，这个对当地的住户也好，对游客也好，都很煞风景。环保局讲会追查污水的来源，同时请社区饭店民宿、餐饮业者总共7间爱检验生活废水、工业区的事业废水，而且经济部评估是不是去污水处理中心。我们有辅导附近的餐饮饭店要装设污水分离槽，在事业废水的部分，我们有询问到经济部工业局，请他们在美仑工业区要设置污水处理厂。县府强调会加强稽查，同时会以利益潭的污水处理方案，伫七星潭设立简单的污水处理系统，用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桃园市大潭的这片海草礁，唔有一级保育的酸湖咧生炭。近来有学者研究发觉讲，这带也有真侪无共款种的鱼啊。总是学者也咧烦恼，目前咧进行的第3天然气接收站若完工，可能也会去影响到四边鱼仔的生存。要伫大潭海草礁进行生态调查是真困难，因为这风影大，水阁落。不过中研院助理研究员林祖豪透过分析水底的声音，发现各种海洋动物的声音。声音中显示，强度强到有才调，互人喙骨分析的大影当中，出现亲像落雨的声音。这是无量骨的动物侵袭攻击目标的声音，代表这有丰富的资源，提供互掠食是卫生的鱼仔类。表面上面看不到任何东西，可是水下已经是非常怎么样，非常丰富。大潭藻礁这边的这个丰富的这个腔下声音，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吃的资源。另外一个学者是透过沉伫海底物质，发现真侪鱼仔类的现象。伫所有采集地当中，第3天然气接收站计划区 G2 的数量甲种类是比其他地区更较侪。这是学界第一次在这种沉积环境里面找到这样的鱼类遗骸。从这些结果，我们大家可以验证说，藻礁其实是这些鱼类的富裕所啊。这边研究的经费是来自农委会，研究团队指出，大潭海草礁的鱼类多样性排全国第2，敢若比东部的溪口更较少。但是，甲6年前的研究比起来，鱼类的数量甲种类拢一直下降。现在抓的时候数量降低很多，那我们大概是推论，在过去的5、6年之间，因为沿岸的开发已经让潮间带的鱼类种类跟数量降低。
学者用科学研究，要证明大潭海草带海蟹渔业资源真丰富。烦恼讲，若开发恐惊影响到4颗里的渔业资源，带来负面的冲击。呼吁要扩大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范围，嘛认为还未了解生态系状况进前，不应该轻功开发凊彩迫害。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今年婚姻馆2期的土豆目前正在收，为着让农民拍土豆较利便，虎尾镇公所已经申请33大路权。在庄的农民也讲，安尼就较免惊，互人检举开单罚金。但即阵去甲公所登记的农民，也已经超过300名了。近期天气不稳定，农民将苦豆拍在路上，趁着雨停时，就要赶紧掀开帆布，惊苦豆迄条的缺牙。但若是拄上落雨，就要赶紧将帆布盖起来。但过去苦豆采收期，农民定找袂到所在来拍苦豆。现在虎尾公所开放农民申请，会当在路上拍苦豆。拍这条路甲讲，咱也用的定讲少哩。咱针对虎尾镇18个里。33位，拢总差不多有12公里长的这个路权吼，申请好势，要提供农民来拍吼。虎尾公所表示，今年苦豆产量全国上济，而且虎尾镇2期苦豆种植面积有650公顷。过去农民伫偏僻道路封路拍苦豆，常常产生纠纷，也是被检举开罚单。为了要方便农民，公所帮农民申请路权，搁开放申请登记为期2个月。无所在拢拍路无就像阮若拍好，人较专业念，搁借拍安啦。嘿啦。剩真人来招遐。嘿啊，一人招你即摆像即款天气就足好拍的。咱有请路权的时间就是，至少有请2个月时间。是，目前登记的是有300几户。虎尾公所就讲，目前323路段中约，大部分拢是选择人车较少的路段，并会设置交通队、警示灯等等的安全设备。嘛，派出所和巡守队会加强巡逻，让农民会用安心来拍苦豆，避免被贼仔偷客去。记者有年报道。同款虎尾镇公所对11月初1到15这站期间，是当地咧举办参与式预算的计划，就是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公所的公共预算要用伫倒一寡建设。当然14岁过的镇民，人人拢会当参加投票。婚姻馆虎尾镇公所举办参与式的预算计划，希望透过民主的定数，让社会民众决定讲部分的公共预算要用伫倒位。这届提案为粪扫车、酸水公园、士农和美学教育、图书馆的亲子共读，教老大人和囡仔人做伙学习等等的议题。镇公所这一次也是第一次非常的公开、公平、公正希望由下而上来执行这样一个提案。所以呢，他在明年呢，提拨了60万，希望能够素人公民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想法跟创意，这是非常先进的一个直接民主的做法。只要是14岁以上的国民，就会使提证件到投票所去投票。得票数相关的两案，公所会伫明年执行。对民众来讲，会使参与预算的分配，通增加对社区的认同。那这个活动总共有5个提案，然后都是由虎尾镇民一起想出来的提案，而且这个活动14岁就可以投。那我们很开心，就是公民都可以一起参与公所未来的施政方向。那透过这种投票的机制的话，让我们明年就是他们的施政计划，我们就是也是会有直接的意见，就是表达在里面，就可以充分的落实出这个民主选举的部分。虎尾镇长表示讲，已经编60万的预算，会按民众的选择来执行相关的计划。咱虎尾推动这个参与式预算咱这次针对亲子的部分咱也推动5案开票，结果未来就是做阮公所明年这个施政的方向。这是虎尾镇头一摆举行参与式的预算投票，都是在地民主，也希望通符合民众的期待。1号到15号，欢迎来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真侪老大人因为囡仔大汉出外去拼事业，生活煞较无伴。当有一个倒转去屏东县故乡咧发展的少年设计师，唔甘厝边隔壁的长辈时代生活孤单，特别安排艺术方面的课程，让老大人来参加，排解心头的忧郁。几个老大人认真压笔，一笔一笔交落去，拢真斟酌，看起来阁不哩啊专业。
原底是工程师的颜调优，因为心内一直对设计有留恋，就改读做学校的行政人员，搁读商业设计研究所。出业了后，伊回乡创业，伫屏东火车头附近的大楼成立工作室，煞意外出任大楼的主委。颜调优伊讲，长辈捌伫开工的过程，讲囝儿逝世拢已经成家立业，家己一个人的生活是咧享受孤单。这句话就安尼留伫伊的心肝底，决心要来开课程，招这的时代来互动，减少孤单的感受。大楼里面有各种家庭背景，然后或者是他目前的状况，我们比较会需要想要有高度关怀的。那透过这个课程，把这些人集结起来，大家嘘寒问暖，彼此关注。颜调优以青年共好的概念，申请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计划，设计老同志拢通同齐参加的艺术创作课程，参加过的民众拢感觉真心实。自从他来之后，他就办这些活动，让我们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也很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像他这么有冲劲。目前计划已经收煞，不过捌参加的人犹原定定主动走来工作室开讲，做一寡创作，继续动手动脑筋。颜调优真欢喜伊的计划，为社区增加活力。未来伊要继续向相关的单位提案，争取经费，打造社区更加舒适的艺文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日本时代真济落樱花被逼，才慰安妇台湾一间慰安妇的博物馆，因为经费的缘故，对今仔起暂时停止运转。若咱国慰安妇过去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过程，嘛因为两国无邦交，进行是无通顺势。这就是伫法庭，咱台湾的时间啦，12月初9的下午，咱有3位，邓氏、卢氏、林氏。提出2000年和19位台湾的妇女团体，做伙带12位台湾的慰安妇去日本出席东京大审模拟审判的相片。长期关心基层妇女劳工权益的林美容，讲出当年台湾参国际民间以模拟法庭替慰安妇讨公道，这也是各国民间社会头摆宣示日本如人天堂有罪。因为迄是民间嘛，所以无效果啊。伊是咱台湾宝贝阿妈。伫战争的时阵，因深深体会到战争的痛苦。较无人靠不起，50几年，我真太痛苦，妈。其实早在1997年，日台交流协会捌推荐律师赖浩敏负责直接日本亚洲女性基金会处理日本向台湾籍慰安妇回失礼的相关事务。赖浩敏也提出2001年日本内阁总理小泉纯一郎亲手写的道歉批，伊也讲当时日本政府有透过基金会提供每一个人500万的慰问金，不过大多数的阿嬷是无法度接受。人都无承认你是国家，你无承认你是代表中国政府，你还阁要求讲我是啥物？你已经断交安的东西啊！代表首相摕首相的批来，叫记者公开读迄个道歉书，安尼敢无够？台湾因为和日本无邦交，所以无法度像韩国会当以国家对国家的姿态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日本总理安倍晋三虽讲捌伫2019年正式向韩国的慰安妇回失礼，佮摕10亿的日票成立基金会表达慰问。落尾却因为合作的对象甲内容无定好清楚，全破局。不过甲韩国比起来，台湾的慰安妇伫争取正义的过程是更加坎坷。台湾的阿嬷是伫2003年去东京开记者会，要求日本政府着爱面对慰安妇的议题。落尾日本的最高法院以超过法院追诉期，国家伫战争时期对个人造成的损害，唔免负赔偿责任。也个个人唔是国际法请求权的主体，这3项理由，伫2005年时驳回上诉。市政府、迄个社会局、咱的社工介入，然后呢，民间团体、常护员会去一个去拜访，慢慢的，其实这是一条 empower 这个过程，互因开始甲相信讲，这是国家的唔对，国家对不起
对不起因。台湾的阿嬷即摆还阁在世，只剩2位，因要等到日本政府回息的恐惊无机会。不过，声援因的人拢强调，当代社会应该爱直直透过因的故事，反省伫咧战争中，女性是安怎被剥削、被当作附属品。希望历史伤痕伫咧未来会当转做和平，甲实现平权的基础。记者闵金张台北报道。原来讲，今年8月，嘉义县政府甲已经建设超过100栋水上的南靖糖厂，登录做历史建筑。啊，地方的协会嘛邀请早前糖厂退休的员工出面来讲过程，还有开工甘蔗客糖趣味的俗语。以前甘蔗叶的台语叫做甘蔗糖，所以把甘蔗叶烧光了，就形容无哈，这是一种俏皮语。港囡仔介绍伫咧糖厂做工课所演变出来俗语，好是最了解在地特殊的文化。嘉义县水上乡南靖糖厂已经有112档的历史，糖厂的仓库8月正式登录做历史建筑。咱的历史嘛100几档啊啦吼，当然这足侪文物慢慢吼拢有消失去啊，但是咱的想法是讲，尽量甲咱这个文物甲这个历史甲保存起来，互咱的后一代来了解。协会配合社区甲学校办文史同学活动，囡仔嘛展出因调查糖厂文化的成果。社区讲活动，互囡仔实际去体验糖厂的过去，增加对在地文化的了解。虽然是已经停工啊，不过互咱糖厂的过去的经营的方式，互咱的后一代吼，不会忘记了我们以前的历史由来。糖厂因看到的情形，和其实古早迄阵其实变化足大，会当对这用讲故事的方式吼，互因知影，了解一寡糖厂的历史，我是感觉真有意义安尼。现场的活动，互囡仔开甘蔗、啉甘蔗汁、炒芋糖，也个介绍糖厂的火车。这么仓库登录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社区内一寡退休的员工讲，希望未来透过县府的资源，甲更较侪建筑物整理一下，互南靖制糖厂的在地历史更较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来开讲100年前台北市的西门町景色是啥款？有一个真兴趣台湾文史的工程师，伊毋但一直咧捡旧相片，佮甲遮的黑白相片重新拆色，互人佮再看到古早时的景致。就是那个西门红楼旁边的神社。西门町红楼是日本时代起的市场，过去市场边有侪侪摊要日本新写，甲这张黑白相片重新搁做色，当初的面貌都拢看现现。对台湾文史有侪年研究的王主席，毋但收集、修复老相片，2-3年前嘛开始替黑白相片落色，希望利用相片将过去的历史一张一张甲导出来。为阮对历史有兴趣的人。看到这些相片变成彩色的，那像有这个时间的机器，会当互你走去过去看迄个所在是啥物模样。黑白相片有色水以后，细节内容拢会更较显透。王主席落色嘛会参考文字记录，请教专家尽量呈现上原始的模样。比如讲，有人伫迄个诗歌内面有写着，公车是啥物色，啥物物件啥物色。所以迄资料其实无啥好找，有当时咱去问，以前老人有经过迄个时代的，伊佫记咧讲啥物物件啥物色，咱甲慢慢甲遮个色甲补转去。王主席收集来相片，嘛含侪单位个人合作，提供展览研究。像这把大安病院头前台湾民报派报的相片，就是王主席重新落色的。咱若是这个时代的人，可能你想到的病院是你，譬如讲大病院款的病院啦，但是若是有一个老相片，你就讲啊，原来迄时阵迄病院啊是生做安尼，伊伫咧门口口佫有挂一块匾额吼，会当写讲啊伊是啥物所在安尼，原来甲咱想象的有淡薄落差嘛。台湾的街头巷尾建筑风华，拢是成就历史的重要元素。王主席讲，伊所整理收集
这个文书资料拢是公共财，有适合的就会管出去。若是能力范围内的邀请合作，伊嘛拢会尽量配合，要含优质做伙推展台湾文书。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气温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0度到23度。台南、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0度到24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6度；马祖、金门、澎湖19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